10月6日，由美国牵头的关于所谓新疆人权状况的决议草案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投票的47个国家中，19个国家投了反对票，17个国家投了赞成票，11个国家投了弃权票。消息传出后，全球60多个维吾尔人权团体和其他组织发表联合声明，根据联合国及专家根据各自的职责，针对中共当局践踏维吾尔人权的问题采取具体的措施。维吾尔团体表示，在反对该决议时，一些成员国公然无视人权理事会内先前接受的客观、公正、对话、非歧视和非选择性的原则。东突厥散信息中心主席卡拉卡西先生发表声明说，在如今的转瞬即逝的时代，世界就像一个小小的城镇，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清楚地知道维吾尔人被中共迫害、屠杀，却装傻，令人震惊愤怒。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与我们有着血缘和宗教的渊源，很清楚维吾尔人的处境，可是为了眼前的一小部分利益，支持了暴虐的中国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最后警告说，如果为了利益继续与暴君中共舔屎，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。中国国家卫健委周四通报说，在过去的一天，所谓新疆新增中共病毒病例97例，比周三增加了4例。公告称，目前的疫情是传播速度最快、涉及面最广、感染人数最多、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。乌鲁木齐周二发布通告，为控制疫情外溢，乌鲁木齐各县区人员暂时不能离开，外出就医等特殊情况必须上报，经专家评估后进行。中国媒体也称这是最严格的外出政策。除此之外，所谓新疆所有发往外地的列车、跨省的公共汽车和大部分航班都暂停运行，等待新的通知。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报道，乌鲁木齐机场97%的离境航班和95%的入境航班都已经在周三取消。第二大机场喀什机场所有的离境航班都已经取消，只保留了2个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。继中共政府官员、学校教师以及国企科级以上干部之后，近期又传出大学在校生必须上交出境证件的消息。北方民族大学保卫处向全校学生发出通知，要求学生上交护照和前往港澳和台湾的通行证，还威胁称隐瞒护照者后果自负。上海一移民公司的员工表示，近几年在海外留学不归的人员越来越多，引起政府关注。因为中国现在老年化问题很严重，各国都想吸纳外国年轻人，中国肯定不希望这些学生出国留学，因为一出国就有可能不回来，造成人才和人口流失。公开信息显示，北方民族大学直属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，位于宁夏银川市，是中国唯一一所在少数民族自治区的部委大学。该校硕士生、本科生约有2万多人，本地民族学生占60%。跨国公司撤离中国已成潮流。苹果公司近日宣布在印度组装新型苹果手机14。分析认为，苹果公司此举是为了供应链撤出中国做准备。苹果公司9月26日宣布在印度生产苹果手机14，这是苹果首度推出的新款手机后，决定在中国以外的区域生产。此举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印度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，正在努力将自己打造成对跨国公司有吸引力的制造和贸易中心。